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劇事補滴嘛。我嘅頻道係做一啲劇集嘅前導介紹片，喺唔劇透嘅情況之下，去講下套戲有咩風格，有咩好睇，有咩唔好睇，邊啲人適合睇，邊啲人唔適合睇。我希望我幾分鐘嘅短片，讓你去決定會唔會再花8至20個鐘去煲呢套劇。歡迎大家去訂閱我嘅 channel 劇事補滴嘛。今次我想講嘅一套劇係台劇，佢分為2部曲，就係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我今日會講第1部曲。咁如果講咧，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呢套劇咧，我可以講今年裏邊咧頭3位我中意嘅。咁個3套係啲咩咧？第一套雖然佢係舊片，但係真係好中意，叫做雖然30但仍17。第二套叫做浪漫的名者，第3套就係呢一套啦。另外嗰2套我已經拍咗短片，歡迎大家 click 嚟睇下。咁巧喎，呢3套我中意嘅劇，一個係嚟自日本，一個嚟自韓國，一個嚟自台灣，啱啱好。好，咁講翻正題，我哋講翻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咁我形容呢套劇咧就係一種回甘嘅感覺，就係咧當你睇嘅時候咧已經可以係好投入、好精彩，又可以咧讓你一口氣咧睇晒10集。但係咧我所形容咧中意嘅地方咧唔係喺睇嘅時候，係睇完之後。我發覺咧我睇完之後咧，真係有種 deep 呢套劇嘅味道喎，我會掛住套戲啦，會回味啦，會懷念啦，會咧諗翻起嘅劇情啦，仲有呢個心咧，仲有一種回甘嘅感覺。呢個甘咧係有少少苦中帶甜嘅。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就係呢套戲嘅 magic。以下落嚟咧會分享下究竟呢套劇咧有咩我覺得咁吸引嘅地方。第一個咧，我覺得吸引嘅地方咧係個劇名所帶俾我一啲嘅感覺。劇名叫做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咁即係話我係見過太陽，而劇入邊係有太陽嘅。而劇入邊咧太陽咧就係指女主角啦。女主角咧係一個好陽光、充滿盼望、對人真摯、敢愛敢恨嘅一個女仔。佢喺劇裏邊成為人嘅陽光。因為佢嘅出現總係會帶嚟盼望，總係會見到笑容，總係會見到將來。呢個係劇入邊嘅太陽。咁呢套劇咧，除咗太陽之外咧，我仲見到光輝。光輝咧係從男主角而嚟嘅。最吸引我嘅就係男主角嘅眼神。當頭一集嘅時候，男主角咧係以一個殺人犯嘅身份嚟到去亮相，佢出現嘅場景咧就係監獄。但係當我哋見到男主角出場，佢嘅眼神咧係好清澈嘅，好似咧望住鏡頭嘅時候咧，你感覺咧呢個清澈嘅眼神好似咧係同你講緊嘢。唔知觀眾有冇呢個同感呢？如果你問我嘅話呢，我見到嘅係坦白講都好難具體嘅形容，但係你仲有一份嘅感覺。如果我一定要形容嘅話呢，我會形容係咪一份溫柔嘅堅定，或者係一份悲哀下嘅善良。我呢係見到光輝。喺個訪問裏邊呢，男主角曾敬驊呢曾經去表達過，導演嘅選角呢係好想揾一個男主角呢，佢好有反差萌，就係佢雖然係個殺人犯，但係佢帶俾人哋嗰個感覺咧係完全係反差嘅。咁喺佢嘅眼神裏邊咧，見到出於污泥而不染。就算我睇完呢套劇嘅第1部曲之後啦，我仍然咧被呢一個嘅眼神咧吸引住，我直接被男主角圈粉。對於我嚟講，呢套劇點解咁吸引呢？係因為呢套劇咧有2道光，第1道光係太陽，就係女主角；第2道光咧係光輝，就係男主角嘅眼神，佢背後嗰份嘅善良同埋堅定。咁我形容咧就係呢2道光，太陽同埋光輝去穿透成套劇，成為一個嘅閃亮，係一個照耀。得呢一點咧就係讓我咧好中意呢套劇嘅原因。第二個咧，我覺得好吸引嘅地方咧，就係呢套劇咧係一個暗黑嘅風格。咁咧佢描寫得個黑暗咧係描寫得好好，好到位。嗰到位咧唔係純粹係好煽情啦，而係佢真係好具體地、好仔細地講到人面對黑暗嘅時候嗰份嘅悲哀。喺個劇嘅裏邊啦，第一個嘅黑暗就係男主角嘅黑暗啦。男主角所面對嘅黑暗係啲乜咧？係身邊嘅人咧，每一個嘅人性嘅黑暗咧，強大到一個位咧，成為環境嘅黑暗去圍住佢。佢身邊每一個人裏邊咧，都係離棄佢啦、撇棄佢啦、放棄佢嘅。佢媽媽咧放棄咗佢，爸爸咧就剝奪佢、出賣佢。而喺同伴裏邊，其中有一個咧，好似佢嘅對頭人啦，但係其實只係因為睇佢唔順眼。但係咧呢個人咧就要將男主角咧往死裏打。當男主角咧去面對佢身邊嘅人，一個咧又一個咧嚟到去放棄佢，嚟到去惡待佢嘅時候咧，將佢咧真係推到一個好絕望嘅境地啊！但係呢套劇咧做得好嘅地方咧，就係雖然劇情咧你係覺得唔係好新鮮嘅嘢，好似咧一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成為陳腔濫調。但係咧呢套劇處理好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可以拍得出嗰個黑暗裏邊主角所面對嘅悲哀，佢嘅絕望同埋佢嘅慘，讓我哋觀眾咧可以咧同理到。但係呢種咧慘得嚟咧係唔係煽情嘅？人嘅悲哀唔係面對好大嘅意外，唔係面對病痛絕症，卻係咧面對身邊嘅人一個又一個嘅出賣。再加埋咧，就算佢幾努力
想去突破，想去掙脫呢個環境，但係都因為現實佢掙脫不了。呢一個嘅現實，讓我哋去思考人性黑暗，原來可以去到呢個地步。當男主角都好努力，但係仍然係冇得翻身嘅時候，呢個就係佢悲哀嘅地方。而第二個黑暗咧，就係女主角嘅遭遇啦。我形容咧係女性裏邊咧最沉重、最高級別嘅傷害。對女主角悲哀嘅形容同埋男主角悲哀嘅形容係唔一樣嘅。男主角嘅咧係逐漸咁加深，但係女主角咧原本係太陽嚟噶嘛，但係呢個悲慘嘅遭遇臨到嘅時候咧，頓時將佢拉落去黑暗嗰度。男主角就係漸進，女主角就係強烈嘅對比，係兩個唔同類型嘅黑暗。但係相比起男主角進入黑暗係一步一步一步，好似咧咁樣隻手拉住你咁樣。但係女主角咧係突然之間由天跌落地，由好光突然之間熄燈，變得好黑暗，仲有好痛苦。哇！作為女性觀眾咧，當我去睇女主角嘅遭遇嘅時候咧，坦白講都真係覺得好慘喎。幸好有一個位咧，就喺劇情咧係幾集之前已經預告定又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幾集慢慢就講翻其實係實質當中嗰個嘅內容同埋個詳情係點樣咧？咁樣有幾集嘅時間俾我啦做心理準備。如果唔係呢一個嘅預備嘅話，突然之間要迎接呢一個情節嘅話咧，我相信都幾難受。或者刻意地咧，導演係預先讓觀眾去先知道呢件事啊，呢個都係做得好好嘅地方嚟嘅。咁我好欣賞呢套劇咧，嚟到去描述呢一啲嘅黑暗嘅地方，無論係佢嘅構圖啦、攞角度啦、用色啦、配樂啦、剪接啦等等，都係咧好有品味嘅，好營造到咧嗰個暗黑嘅風格。我覺得製作團隊處理得好好啊，將成件事咧做得好有品味。如果我哋喺睇劇嘅過程咧，唔係心急咧去睇晒成套劇嘅劇情，而係咧真係跟住佢嘅步伐同埋節奏咧，去一集一集咁樣去睇，我哋真係會可以代入到嘅，而去明白得到咧主角嗰個世界同埋佢裏邊嗰份嘅掙扎，同埋現實裏邊嘅黑暗，真係要讚製作團隊處理得好好，做得好好。除咗暗黑風處理得好好，令到套劇好吸引之外，仲有另一個主題就係純愛。咁咧，男主角咧係佢嘅世界好灰暗啦，佢身邊每一個人咧都係撇棄佢，佢咧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失望，人生都覺得咧冇乜色彩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遇上太陽啦，就係女主角啦，成為咗佢生命裏邊咧可以覺得有盼望嘅地方。當佢望住女主角咧嗰個嘅笑容啊，聽住女主角分享佢將來啊，有盼望有夢想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覺得人生好似有翻份盼望喺度，好似咧人生有翻份動力。當男主角咧遇上光一般嘅天使嘛，咁作為觀眾咧都好替佢開心，因為咧當我哋咧去睇住佢一集又一集咁樣咧去經歷咧呢啲嘅挫敗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心噏嘅。但係當佢見到一個咧可以讓佢有翻動力嘅人出現嘅時候咧，作為觀眾真係好開心，欣慰啦，喜悅啊！點解男女主角呢一份嘅純愛可以咧咁吸引咧？就係光同埋暗啦。但係其實咧，就算喺暗裏邊嘅男主角咧，其實都好吸引噶嘛。佢係遭遇好黑暗啫嘛，但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善良同埋一個好堅毅嘅人。當兩個咧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有一份好純粹、好有青春味。仲有咧，就係作為觀眾咧，都好想咧男主角可以揾到盼望噶嘛。所以咧，當佢一個好絕望嘅人遇到盼望嘅時候，再喺埋一齊，咁呢一份令觀眾覺得好欣慰同埋好喜悅嘅心情，令到我哋咧覺得呢個純愛劇真係做得好好。而佢哋嘅互動裏邊咧，都係會讓觀眾咧有觸動同埋動容。咁喺訪問裏邊話咧，女主角咧被導演咧去到要求咧佢不停咁去望住定睛咁望住男主角嘅咁樣，呢個係個導演要求佢嘅演法。咁當我咧觀眾睇翻呢套戲嘅時候，諗翻又係喎，女主角咧多次咧即係好多嘅鏡頭都係定睛望住，定睛望住。咁呢一個嘅拍喺鏡頭前面呈現出嚟嘅佢咧，又真係幾特別嘅呢個手法，同埋幾吸引嘅喎。真係多謝導演嘅導戲啊！點樣讓佢咧可以成為一個咧真係好吸引人，同埋咧真係人哋見到佢咧就好想同佢一齊，好想擁有佢嘅一個呈現咧咁樣。呢個真係讚一讚導演，好成功。喺呢一度咧就特別講一幕咧喺男女主角咧互動裏邊，我覺得有一幕咧係好特別嘅，可以喺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當女主角咧向男主角咧去釋出善意啊，去對佢做一啲嘅問候嘅時候咧，咁男主角咧因為佢自細嘅成長背景啦，讓佢嗰個防衛機制都好大，佢咧就拒絕咗，就叫佢好冰冷地咧就話唔使啦咁樣。
女主角咧被拒絕之後咧就離開咗個場景啦咁樣，但係咧其實嗰下咧佢就冇自己嘅感受，覺得其實佢好唔開心喎，覺得被拒絕嗰種嘅難受喎。但係事後咧佢就諗翻男主角唔應該拒絕佢喎，佢就翻去同男主角講，要男主角道歉喎。咁點解呢一幕咁欣賞咧？呢個女主角咧係一個好陽光嘅女仔嘛，佢真係好符合呢一個陽光女孩嘅一個嘅設定。當佢向對方釋出善意，而對方拒絕嘅時候，一係就唔理佢啦，一係就嬲啦。但係咧，佢係會翻轉頭同對方講你要同我道歉咁樣。咁點解佢要男主角去道歉咧？因為咧佢去釋出善意，但係佢冇做任何嘢，點解佢會咁冰冷咁去拒絕佢嘅？佢係要男主角為到佢嗰份嘅冰冷同埋冷漠去 say sorry 喎咁樣。呢一幕讓我諗翻起咧。呢個女仔真係喺一個係充滿愛嘅環境下長大嘅一個女孩，佢對愛啦同埋對付出嗰個價值觀咧都係好正確、好恰當，以至佢咧嗰個感受裏邊咧，佢覺得難受係一個好健康嘅情緒嚟嘅。但係咧佢 overcome 咗呢一個好健康嘅情緒之後咧，佢就會翻去同對方講翻呢件事，同對方講你咁樣係唔恰當嘅咁樣。我真係睇到咧喺愛嘅環境成長下嘅健康嘅人嘅表達就係咁樣啦，有底氣啦，可以愛可以付出啦，受拒絕嘅時候承認到自己嘅難受啦，但係咧又可以勇敢咁話翻俾對方聽，我係難受，但係你唔應該咁樣對待我嘅喎咁樣。雖然呢一幕咧真係好微細嘅一幕，但我見到咧真係喺呢個女主角嗰個人物設定裏邊，真係會咁樣去同人去互動，我覺得好有趣，就所以喺度特別分享下。好，咁以上咧就係我覺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好吸引我而令到我好中意嘅地方啦。呢套劇咧就二部曲，第一部睇完啦，第二部曲未上畫。不過咧，我想講咧就係，我覺得第一部曲咧已經滿足咗我啦。咁啊，第一部曲咧所留下好多嘅伏線啦，好多嘅疑團啦，好多嘅情節未解開噶啦。咁大家咧觀眾都會期待第二部曲會揭開噶嘛。咁我講呢條劇咧，除咗係暗黑風格啦、純愛嘅元素之外咧，其實仲有佢懸疑嘅地方都係好吸引人嘅。大部分嘅觀眾咧都係俾一部曲咧嗰個嘅鋪路咧去吸引到，而好期待咧去睇第二套嘅。咁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第一套咧已經滿足到我裏邊咧。至於第二套咧，我都預期咧佢就會去講復仇計劃啦，佢會講男主角或者加埋女主角啦，點樣去回報對方啦。我唔知啦，應該係向住呢個方向走啦。坦白講，復仇類咧就唔係我個杯茶嚟嘅。咁我就收拾心情去迎接咧情節上嘅驚喜啦，一啲未拆嘅局啦。但係咧，我嘅心咧仍然係會留喺第一部曲嘅。留喺第一部曲就好啦。總括嚟講，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係一個好精彩嘅劇，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再精彩都好啦，情節只係精彩嘅啫。但係喺套劇所營造到同埋所講嗰個嘅信息，無論多黑暗都好，但係總有太陽嘅光同埋人性善良嘅光輝，可以成為一道光，又可以閃亮住喺我哋嘅心入邊，照亮我哋嘅心，可以有盼望。我覺得呢一個咧，先至我覺得最吸引我嘅地方。今日咧，我講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就講到呢一度，將我覺得好吸引我嘅地方分享出嚟。如果你對呢套劇有任何嘅感想，有任何嘅意見，或者對我嘅短片想有任何嘅回應，都歡迎你喺底下留言。我嘅短片最主要係做一啲前導介紹，用幾分鐘嘅時間睇個片，讓觀眾再決定會唔會繼續花8至20個鐘去煲呢套劇，輕鬆地選你所愛，寫意地看你所選。歡迎大家去訂閱我嘅 channel《劇是寶典》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